空中母语教室，基督路的平台湾那一个了，拜拜。学的这个呢，是我在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《母亲的舌头》。它并不是母亲的舌头的直译，它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思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一直跟人家讲说，你妈妈的吉娜盖亚哦，你会背吗？完全会错意。我们有一个转译的意思，并不是直接指它形体的意思。听过这个歌的朋友，你们会在前面会听到我有一些比较压低声音，就是比较在耳朵讲话的。这个歌的创作的原因呢，对我个人来讲还蛮有意义的，因为就是在我外婆过世的时候，就刚好头七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被托梦的人。那时候我就梦到她在我的耳边讲话，可是因为那时候她一直讲母语，那时候我母语没有现在这么好，只听得懂几个字，就感觉上她是有舍不得或者是叮咛的意思这样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昨天被托梦了。然后我妈妈就说，阿姨还有舅舅就说，他讲什么？他讲什么？我说他讲母语呢，我听不懂这样。然后我妈妈他们就讲说，他怎么没讲国语？这是重点。这首歌里面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被托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一直不停的对我说，歌词内容就是你看不到我，可是我的信念跟你同在，你听见我了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学很多有关于讲跟听的单词。好，老师请。朗达舞，看。把寸，盖有点像是用话讲出来，讲话我们会用盖，文字写的话我们会用文字就是字的意思。讲手纹或者是刻在木头上，他们也会用文字这个单词。麻烦呢叫文字个比你立马，文手文都叫文字个文字个比它卡起来，比它在石头上面写字，在木头上面雕刻或石刻的意思。语言。好，语言哈，给那改呀，对，给那改呀，你说他给那改呀，有语言要对你说，有话要对你说，真的。记载，做改呀，那他干嘛是做哎？对，从以前的记载做改，改呀，那干嘛是抓呀？我们讲文献类的，或者以前流传下来的，都会用这个改呀。对，这个很好用，这可能是我本身多话的怎么讲？乳盖，这个字要注意。以为是讲乳盖族，那乳盖族怎么讲？日盖。好，那多话的怎么讲？乳盖。差很多。乳盖，乳安啊，也是话很多。乳安的妈就嘴巴很大。话很多跟嘴巴很大没有关系。就是大嘴巴。再复习一次。朗达舞，看，把寸，再来文字或者讲话的意思是盖语言，给那改呀，记载，改呀，多话的乳盖。这是我母亲的舌头里面，就是有非常多不同族群的语言嘛。大家上课上那么久了，应该会有点概念，就是排湾族其实有分布在台东跟屏东，每一个地区有些不同的差异。今天老师就要来帮我们示范，很难得，因为不是所有老师都会这4个地方的发音。语调上的差异呢，迁徙的关系影响文化，影响语言。那我再讲一下 K 的发音，东台湾跟南台湾这个 K 字有一些有一些没有，那你怎么去听呢？吉萨木俩是努力没有 K 的叫伊萨木俩。中台湾文了也讲伊萨木俩，有 K 没有 K， 我们自己要知道。像我们在教孩子，那如果长辈没有讲说你是哪里的白湾的话，他搞不清楚，全部都是白湾，要跟孩子们讲。叮咛父母的部分。你从哪里来？你来自哪里？我从哪里来？忠孝东路。走9遍。做那么多做。所以 really 有很多没有那个 Q 的发音，他直接念4首音，比如说卡外、阿外，点嘛就的卡外这个颤音也讲但是在大鼓系的话，他不弹，
啊，伊玛啥什么过去？什么过去？哎呀，真的好可怕啊！有没有？瓦隆是啊，这个心，但是要注意那个瓦拱，瓦拱就是打呼了。啥叫瓦拱讲的是？我对你有一点心痛啊，到西古丹了，因为你的行为呀，使我呢受伤。整理一下，就是语调上面就是东排、中排、南排、北排，差别就在于有的地方有 K， 有的地方没有 K。半来讲的话，那个 insa 跟 insa， 对，再来就是 R 跟 Q， 有的地方会有 Q。乌拉西，地瓜啊，他们就叫乌拉西。哇西，地瓜有3种哦，对，哇西、乌拉西、乌拉蒂，都是地瓜哦。然后这样是地瓜啦。若琳老师常常讲的，文化是一直在生活流动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，现在还是用台湾话讲，会有些新创字。比方说以前没有 WiFi 啊，然后知道 WiFi，人家会把这些字用在母语里面，所以今天他要讲一些字，然后我跟萱萱来猜新创的，老师来念。啥都说，快加把出那样的，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喂，第三是马杰啊的马萨萨瓦，啊的马呀嘛。阿妈也找不到的碗，什么意思？其实什么就是来，我的都不拿的马萨萨碗。你撒手在外面，对，所以他是在外面休息的。在外面干嘛？动作还是名词？动作啊 ，Food Panda。从外面送宅配的意思，所有外送或宅配都可以换字。喂，我们讲一次好了。第三是马杰啊马萨萨碗。第三是马杰啊的马萨萨碗。好，换萱萱。啊，福皮达。好。阿西干嘛上木山第2题，就我那咋的啊？哎呦，戴耳机哦，跟耳机哎接近哦，耳机答对了。毕竟我最近有业配耳机啊。当我们讲说我的耳机的时候，就是要讲这么长啊。可能那时候就我那咋的啊？啊。西干嘛上接罗第3题，拉米亚嘎嘎嫩。拉米亚嘎嘎嫩。对对。这跟吃有关吗？乌拉米是丰收，所以一定是跟米有关，五谷杂粮。因为五谷饭就是素食。对，五谷。拉米是指五谷杂粮。木子就是荤食。哦，素食怎么讲？拉米啊嘎嘎呢？好，荤食怎么讲？木吉啊嘎嘎呢？下一个。巴布加苏林安。好，巴布加苏林安，日常生活很重要的 gas， 瓦斯油，给油的地方，加油站，加油站，瓦萨吧。因为当我们加 a 就是地方的意思，对，巴布瓦换啊，小米田哦，我们2个吗？我们2个，加苏林是石油嘛，给油的地方就是加油站，巴布加苏林安，对，加油站。下一题。嘎布乌马坎，嘎布乌马坎，乌马就是家的意思啊。饭店、民宿，真的有房子的人，有钱人，真的有房子的人，简称什么？房东。我们再复习是房东怎么讲？嘎布乌马坎。嘎布乌马坎，新创词这样子去组合，对不对？新创词从105年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啊。新创词真的是很有意思哦，很多借来的用词义。所以这个新创字呢，它的逻辑是从造字语言的逻辑来去组合成现在的字。它是有再重新思考过的，把传统跟现代结合在一起。我们再复习一次，外送怎么讲？外送，老师念一次。第三是马杰啊的马萨萨碗，啊的马萨萨碗就专门的意思啊。女生生理期的时候也是用马杰，就是我来了。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。第三是马杰啊的马萨萨碗，就是外送的意思。对。再来耳机，来。不是啾母哦，这个是 TJ 不是 DJ 哦。轻声音啾母啊，啾母那咋的啊？
秋暖茶冰啊，你个秋木哟，好，秋木暖茶冰啊，哎，素食，拉米亚嘎嘎呢，荤食，嘎嘎呢，啊，荤食，阿木是乌是啊嘎嘎呢，格木吉啊嘎嘎呢，好，再来，阿木是乌是啊嘎嘎呢，木吉啊嘎嘎呢。再来下一个是加油站，巴布嘎苏林啊，巴布嘎苏林啊，好，最后一个是房东。嘎布马干。好，嘎布玛嘎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新创字，然后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常说母语幼儿园